好，咱请到这个陈老师吼来给咱示范。咱即摆手头摕的这个物件叫啥物？这叫春韭大。春韭大。嘛有人叫迄个树林大。啊，树林大吼，就是树林型啦吼。对。这一般这个市面上敢买得到？哦，足好买啊！你若去迄个运动的迄个器材行拢买。运动器材行，毋是医疗器材哦。唔免，这唔免加医疗器材。这头一站，第二站是咱小等要消解这个动作是老大人才会当用，还是细汉囡仔、少年人，还是中年人像这种少年人拢会当用？各种年纪的拢会使做。哦，我咱大家要注意哦，你唔通走闪哦，你唔通讲这老大人袂使哦，唔通走闪。你厝里有是谁啊，就叫恁老爸老母来看，吼，摸学啊摸学。好，咱头一动是啥物？好，头一个动作就是阮定寒天嘛，啊，就拢坐伫咧椅啊，无想要叮当，吼，啊，所以阮就爱准备这条绳啊，吼，这个树林带，吼，阮就放伫咧阮骹底，吼，啊，伫咧厝可能烫只骹袂要紧，吼，烫只骹好，啊，阮头先的脚头是爱弯起来，吼，啊，过阮出力，甲这个绳啊踢出去，嘿，踢出去了，就会感觉按，阮大腿爱出力，吼，因为阮只若无出力，伊就搁揪转来啊，就无迄个运动的效果，所以阮踢出去了，会使动差不多5秒，吼，家己算，吼，1、2、3、4、5秒了，搁揪转来。好，啊，这坐个动作就会使哪看电视哪做。哦，这袂歹哦。哦，哪看电视唔通咧坐着唔叮当安尼。对。啊，一边爱做几届？一边差不多5摆至10摆，就是看家己的体力啦。嘿，若体力好，当然做较济摆。但是上无爱做几摆才有。上无做差不多10摆效果开出来。10摆。嘿，对。正手正骹10摆，倒骹10摆。一支骹10摆。哦，这阿公阿嬷就要注意哦，吼。所以看电视莫看电视吼，这边骂，看你是爱骂倒一档吼，你就用心来踢落去啊啦。1、2、3、4、4、5、6安尼。对。哦，安尼做一摆，互咱看一下，好不？来。好，来，安尼踢出去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啊到重点搁有一个，转来时阵爱倒啊转来，嘿，因为你若收紧转来，阮的这个就无咧出力，肌肉就无咧出来，迄个无效果。对，倒啊出去，倒啊转来，倒啊转来。哦，这大家都要注意吼。啊，搁有一个重点就是身躯爱坐好挺，嘿，坐挺，嘿，坐好在。吼，因为伊这嘛会互阮就是坐好在规身躯。对啦，阿凯，你都要坐好正，才会得人听。对。哦，这头一个，嘿，头一个。啊，后一个动作咧，嘛是搁是坐咧哦。吼，阮这带啊，吼，就放伫咧阮大腿的下骹。嘿，啊，举好悬，爱有一个，就是一个悬度。吼，好。啊，重点就是大腿出力，打好落，打托骹。吼，啊，搁倒啊起来，这会使训练着阮大腿后壁，吼，这个所在。吼，所以共款哦，打来了，手袂使叮当。重点是手袂使叮当，因为阮若手对咧叮当，阮就无练着。嘿，对，手安尼摕好在，好，骹出力落共款，会使算5秒。哦，这5秒不只要食力咯。还好啦。还好。阿凯，你试看嘛是？好。1、2、3，要不5秒你就要扛落去。手若举愈悬，嘿，出的力就爱愈济。好，啊，你若手无举伤悬，落的力就较细。哦，所以爱做到到位。嘿，对，所以手举较悬嘞。所以啊，观众朋友要注意，举到位，看是看放安尼。嘿，对。哦，这第2个动作。嘿，第2个动作。啊，第3个。好，第3个阮会使徛咧做，吼，有当时坐伤久，尻川皮嘛会麻对无？所以阮嘛爱徛咧，吼，徛咧共款嘛是会使看电视。阮就会使看规工的电视，啊，毋过嘛会使做规工的运动，不要紧。是，戴老师拢有甲咱照顾对，嘿，因为你来干那做运动较无聊，吼，就会使听音乐啊，看电视拢会使。当嘛大化水啊，你吼。嘿，对，好，啊，搁有一个就是阮头一个手会使先举好悬，吼，啊，重点是伊这，吼，爱有迄落按，袂使零。吼，你若按的时阵，手紧掉，嘿，紧咧，紧伫遮，啊，你手较有出力。吼，
紧来了咧，好，豆豆啊手骨咧摇直无？像安尼弯弯敢袂使？小可弯弯袂要紧。小可弯弯袂要紧。因为阮若伸手直的话，阮即个关节伊的压力会较大。嘿，小可弯弯袂要紧。吼，啊，重点是爱压好悬。啊，天好悬。嘿，天好悬。啊，甲细汉的压水桶差不多。嘿，差不多。所以阮细汉迄体罚其实拢有训练的效果。拢有训练的效果，是。对，啊，压好悬了，会使含阮的骹的动作做伙，吼，落来了，骹对咧起来，吼，啊啦，徛较在，阮会使夹着阮的骹上好，吼，啊啦，袂使话骹有压起来就会使啊。啊，凯，你徛看觅。我看你平衡感如何？好，老师你要干点。先压好悬，压好悬，啊，挺开，好，啊，手放来了，骹对咧起来。哦，你看，哦，来，无采你号称咱的佐藤健哦。嘿，啊若无做袂到不要紧，爱顶掉。阮骹小可压起来嘛会使。哦，做袂到骹小可压起来会使。这是状况上好的时阵，啊若做袂到，小可有压起来。有啦。嘿，安尼嘛是会使。啊，这摆练说爱做几摆？这其实就无啥强调讲爱做几遍，就做甲忝就休困不要紧。做甲忝就休困，安尼会忝袂开，即嘛？就热，辛苦等下就热。会烧开始烧热吼，安尼效果有做到吼。就这四项，啊，佫有无？无，这第三项。这第三项俩，啊，佫有啦。我想要甲你放心你过来，第四摆。第四项就是原来是徛咧。吼，啊，这原来掠好安挺开，吼，啊，正骹含正手做伙，吼，正骹出去，正手出来，吼，啊，换正手正骹倒来，吼，就是安尼倒边倒来，啊，正边出去搁倒来，吼，就是出去倒来，出去倒来。我爱动作较紧哦。唔免，豆豆啊就会使，啊，这是人愈做。啊，放迄个 Olivia Newton 讲迄个 physical。所以啦，吼。嘿，豆豆啊做袂要紧啦，豆豆啊做，但是速度会使按你遮紧。嘿，速度会使紧。啊，咱这吼，咱先停到遮，啊，咱坐等于咱才来开始来问讲，这动作到底是为虾米？好，好，来先到遮。